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就快啲訂閱啦！第二，傳媒的功能有啲咩 functions 嘅咧？名為怎樣把不同的傳媒資訊分類？名為咧而家將啲資訊分類緊喎，睇嚟我哋要幫幫佢。把字母，把代表字母填在圓圈內。好啦，我哋代表字母有啲咩咧？A 時事，B 教育，C 娛樂，D 體育，E 文化。時事咧，即係新聞，一啲關於近排發生嘅嘢咁樣嘅，例如啲政治嘅嘢啦，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咁樣啦。教育即係 education，跟住第三啦，娛樂有啲關於玩嘅嘢 entertainment 啦。跟住體育，關於體育嘅運動啊，網球啊，足球啊呢一啲誒呢一啲嘅盛事或者比賽，好啦，跟住文化啲關於文化即係 culture，即係關於 culture 嘅嘢啦。我哋睇下有啲咩係先。OK，足球賽事直播會係啲咩咧？如果你知嘅話，就寫個字母落去。足球先有講過啦，of course 係體育啦，運動嚟噶嘛。誒，喺度寫先，呢個係 D，OK，咁嘅 D，good，OK，跟住好啦。卡通影片，你平時睇卡通影片係為咗啲咩嘅咧？唔係為咗教育，唔係為咗娛樂嘅咧？娛樂啦，卡通影片係開心輕鬆噶嘛，所以係 entertainment 嚟嘅。C，哎呀，變咗咁核突嘅個 C。OK，跟住兒童科學雜誌，兒童科學雜誌關於科學即係 science 啦，可以喺個雜誌嗰度咧睇到一啲你想學嘅嘢，咁係咩啊？教育，咁就係 B。咦，下面啦，文化資訊電台節目，歡迎收聽文化資訊節目。我們會介紹電影節，電影節就關於文化嘅嘢啦。咁 obviously 寫埋啦，文化咯，其實係包括埋一啲藝術嘅嘢嘅，都係一啲關於文化嘅嘢嚟嘅。咁呢一個啦，報章港文版，即係話報章即係報紙啦，港即係香港，文即係新聞版，即係嗰個 page，即係報紙上面香港新聞嗰個 page 係咩啊？新聞就係時事啦。A，呢兩個 A，好，下面啦，哇，去咗邊度啊？嚟下面。傳媒還有以下功能，它們對社會發展有什麼重要性？傳媒咧仲有其他功能喎，對一個社會嘅發展即係嘅 development 有啲咩咁重要嘅咧？俾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表達意見，即係咧，嗯，我哋當傳媒俾咗啲資訊我哋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有我哋嘅睇法。我哋有睇法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即係可以發表呢一啲意見嘅，讓市民表達意見啦，反映社會面貌。反映社會面貌即係咩咧？即係而家個社會發生緊啲乜嘢？點樣可以喺一個新聞報導入面可以概括緊一個地區一個時間發生緊啲乜嘢？例如政府公布本港貧窮情況，
貧窮長者人數創新高，政府咧 announce 咗而家香港嗰個 poverty 嘅情況，貧窮即係一啲好唔富裕嘅人，好基層嘅一啲市民，特別係講緊長者，即係 elderly 呢啲老人家咧，貧窮嘅人數咧而家係好多個，咁反映緊啲咩？反映緊而家嘅窮人越嚟越多，咁會後續有啲咩問題發生緊咧？有啲咩 support 或者而家佢哋面對緊啲咩問題，我哋可以幫手嘅咧？咁我哋會喺新聞嗰度睇到呢一啲嘢。嗱，第三啦，記者揭選舉處失電腦，恐竊全港選民私隱，監察政府，即係話我哋咧可以，都喺新聞嗰度咧睇到政府而家做緊啲乜嘢？政府即係 government，佢哋係負責去營運或者去管理成個社會噶嘛。咁我哋係一個社會嘅一份子嚟嘅，所以我哋都好需要知道政府最 update 嘅情況，有啲咩發生咗。咁咧就呢個新聞係講緊記者，有啲記者咧揭，即係佢哋揭露咗 expose 咗一樣嘢。選舉處即係負責選舉嗰個部門啦，失電腦，唔見咗電腦嗱。呢啲新聞報導睇得多嘅話咧，中文都係會變好嘅，因為佢會將一啲詞語咧縮埋一嚿字，你都會明白佢嘅意思嘅喎。一個字已經知道啦，失即係遺失咗，唔見咗部電腦喎。咁會有啲咩問題咧？就係恐怕恐懼，即係 fear。我哋驚可能泄，呢個泄即係點解啊？即係泄漏啊，會會泄出即係呢啲全港即係香港嘅一啲選民，即係如果你係其中一個選民，你有份做呢一個選舉嘅話，即係有份投票嘅話咧，你有機會泄漏咗你嘅咩啊私隱。私隱即係你嘅 privacy，知你 personal 嘅信息。上次我講過啦，啲關於你 personal 嘅信息係咩啊？咦，就係、嗯最 personal 嘅信息就係你嘅名啊、電話啊、地址啊。你可能如果選舉處冇咗個電腦嘅話咧，可能你嘅呢啲私隱咧，因為你嘅名噶嘛，你就會泄漏咗出去啦，俾人知道啦。係香港傳媒都有以上功能，體現了基本法保障市民哪些自由。嗯香港傳媒都有以上功能，香港嘅傳媒都有上面嘅呢啲功能，體現咗基本法。基本法咧，即係香港嘅法律嘅 law，保障即係保障即係保護啦，同埋可以令到我哋有咩自由咧？睇下啦，例如啦，嗯。睇下呢個重點概念先。嘟傳媒係傳媒咧，有分種類啦，有分數碼傳媒啦、電子傳媒啦，記唔記得仲有啲咩？互聯網三個，one two，哦，sorry，錯，呢一個係再嚟一次。種類係有數碼傳媒，數碼傳媒即係互聯網 internet 啦，電子傳媒即係電視機同埋 radio 啦。咁乜乜傳媒啊？仲有一個就係、再睇下先。你快啲揾到定我快啲揾到咧？印刷傳媒啊，即係編出嚟嘅 physical 嘅。其跟住啦，功能係咩咧？功能又可以監察政府啦，反映社會面貌啦，表達意見啦，同埋提供就上面啱啱有咧。
提供我都揾唔到喎，你揾唔揾到咧？傳媒的功能，三樣嘢點解好多有四樣嘅？表達意見，反映社會面貌，監察政府。呢個可能你要幫我問下老師，佢想我哋寫咩喎？可以提供好多嘢嘅喎，可以提供資訊咯，提供時事信息咯。寫住先啦，你提供資訊或者時事信息，返去問下老師係咪？如果冇進步，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技巧、方法同埋必考題目，令你極速進步，考試攞高分。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上堂見。